好，来乡亲啊，咱继续要来看是这个高雄城中城大楼，伫110年的10月火烧厝，当时是有46个人死亡，43个人受伤。涉嫌放火烧厝的这个凶手是一个52岁太太，名叫做黄佳佳。 一审宣判无期徒刑，昨二审开辩论庭，这个黄佳佳竟然讲，伊感觉伊一审宣判无期徒刑判伤重咯。 这是互伫咧现场旁听的被害者的家属听袂做哩，相当的气愤。痛骂这个黄佳佳害死遐尼侪人，竟然还阁遮尔臭样唱秋。就有人讲，毋是判伤重，是判伤轻咯，应该就爱甲判死刑才对。 110年10月14半暝2點多，高雄鹽埕區的城中城大樓發生着大火，這場火讓46個人無命。告訴我們去哪些醫院？ 現場家屬的悲痛，安怎都無法度將過身的親友化到倒來。引發着這場大火人是伊52歲負責人黃佳佳。有什麼話想要跟死者家屬說嗎？當天參男朋友完結了後，將點木島的靜香等佇1樓過境的碰椅，才造成這場悲劇。一審紅照放火罪判無期徒刑，昨二審辯論庭開庭，伫咧法官問伊對可行意見的時陣，黃佳佳甲應講，城中城死46個人，遮爾緊就拆掉，是安怎個趕緊要去公園？所以個講無期徒刑判了受過當，規過程態度攏是真輕鬆，一點仔反悔意思都攏無。當時阿兄就因為這場火過身的黃小姐，都沒講這個放火人實在傷過長秋。該要有悔過。 你彌補的懺悔的心，還這樣子反駁，不覺得自己錯，法官也不用從輕處理了。有人用伊一世人賺的錢買3間厝，攏互燒燒去。這個負責人就罵講，唔是判傷重，是判傷輕。這樣啊，迄個放火唔通擱原諒，愛清楚人。雖然城中城大樓已經拆除變成是一個公園，嚴過死者家屬的痛，猶原是佇心肝的位。 放火人黃佳佳到今無一句失禮，二審嘛會佇8月30來宣判，家屬希望法官會當聽到因的心聲，做出相當的判決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颖彤。想要來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的 YouTube 頻道。